屬虎嘅朋友啦，嚟到2026年丙午馬年啦，咁今年啦，你哋咧就係個合太歲嘅生肖嚟嘅，因為地支壬木咧咁就合咗一個叫做壬午戌三合嘅意思啊。咁喺合太歲嘅年份啦，無論係人際關係啦，或者咧係一啲機會咧，亦都會多咗好多嘅。咁所以新一年咧，亦都會多咗朋友啦，主動邀請你一齊合作理財或者係投資嘅。咁如果大家睇清睇楚，覺得冇問題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嘗試一下嘅。今年咧亦都係你哋嘅財運年啊，咁所以成年嚟講咧，無論係正財運抑或係偏財運咧，亦都係相當地唔錯嘅。不過好可惜啊，因為今年咧亦都係吉星欠奉嘅一年嚟㗎，咁所以凡事咧只可以靠自己啊。咁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啊，只要俾啲心機嘅話咧，咁今年啦，相信整體嘅財運嚟講咧，亦都係會提升咗唔少嘅。咁至於啦，空星方面啊，咁就見到一個子背空星啊，子背空星顧名思義啦，咁就代表住咧新一年啦，特別入到馬年咧，就會多啲嘅是非啦、小人嘅問題啊，容易有人咧喺你背後咧督你背脊嘅意思啊。咁所以工作方面咧，記住啦，我哋一定要謹言慎行啊，唔關你嘅事咧就千祈唔好插嘴啊。如果真係咧會比較多小人嘅話咧，唯有一個字忍咗佢啦。除此以外啦，空星方面咧，亦都見到有白虎空星啊。白虎空星咧就代表住咧新一年咧就容易遇到一啲比較強勢啦或者野蠻嘅女性啊。咁所以咧亦都建議你哋啦，假設我本身嘅上司係女性嘅話咧，咁凡事咧咁亦都係要互相忍讓噶。咁至於單身嘅朋友啦，假設如果你話我不嬲都中意一啲比較強勢有主見嘅女性嘅話咧，咁今年咧亦都係個唔錯嘅時機嚟嘅。咁平時咧亦都可以咧就可以睇下會唔會遇到一啲比較強勢少少嘅女性，咁從而咧就發展一段關係嘅。相反啦，你話唔係喎，師傅我中意一啲比較溫柔啦、比較賢淑嘅女性嘅話咧，咁今年咧就可能未必係一個理想嘅時機啊，唯有要繼續等待去下年啦。咁除此以外啦，亦都見到有飛廉同埋大煞呢兩粒空星啊。飛廉同埋大煞咧，呢兩粒嘅空星啦，對於你嚟講咧，就係特別對於一啲叫做家宅運啦、健康運啦不利嘅星嚟嘅。因為呢兩粒星咧，亦都預示住啦，好容易咧就係容易整親啦，或者一啲破相啦、開刀嘅。咁喺度啦，亦都建議啦，屬虎嘅朋友咧，平時亦都可以帶翻本命佛啦，特別係虛空藏菩薩嘅12生肖嘅密宗吊墜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化解一啲嘅災厄啊，或者一啲唔開心啊、唔好嘅事情啊。平時當然啦，可以做多啲嘅善事啦，咁就增加你自身嘅福報啦，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最簡單啦，咁就係一啲叫做贈醫施藥啦，或者咧做下義工啊，捐下錢啊，呢一啲咧，相信對呢啲嘅運勢嚟講咧，亦都有所提升嘅。屬兔嘅朋友啦，去到2026年丙午嘅馬年啦，咁你今年咧就係一個犯太歲嘅生肖嚟嘅，而你所犯嘅太歲咧，咁就代表住破太歲嘅意思啊。破太歲亦都有破壞人際關係啦、破壞人緣嘅意思啊。咁所以新一年嚟講咧，同人相處咧，好容易咧開頭嘅時候咧就好美好啊，結局咧就可能有少少潦倒啊。咁所以同人相處嘅時候咧，咁就要注意記得啦，千祈唔好禍從口出啊。同一時間啦，今年咧亦都係你哋嘅財運年嚟嘅，咁所以咧無論係正財或者偏財嚟講咧，亦都係相當地唔錯。記得咧就要好好地把握呢一個良機啊！吉星方面啊，今年亦都比較多啊，因為今年咧正正就係你正桃花之年啊！今年就見到一個天喜桃花星啦，咁就特別有你結婚同埋添丁嘅。假設屬兔嘅朋友好想成為新手嘅父母嘅話咧，咁今年咧亦都可以好好地籌備啊，睇下可唔可以喺馬年嗰度咧，咁就可以成為一個新嘅父母啊！同時之間啊，今年咧亦都見到有天德吉星啦，同埋福星吉星啊！咁呢一啲嘅吉星咧，亦都係代表住咯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嘅意思啊！咁所以頭先都講啦，今年係個犯太歲嘅生肖，不過唔需要擔心啊，因為有吉星幫你逢凶化吉啦，咁自然運勢咧就會越嚟越好嘅。空星方面啊，咁就見到披麻空星啊，披麻空星咧就係一粒咯，對於家宅運比較不利嘅星嚟嘅。假設屬兔嘅朋友你係長期病患者嘅話咧，咁就真係要注意要小心啦。當中可以喺農曆嘅2月啦，同埋農曆嘅8月份啦，主動去捐血同埋洗牙。同一時間啦，我哋2026年2月4號立咗春之後咧，亦都可以去一啲相熟嘅廟宇嗰度啦，攝太歲啦，睇下有冇機會啦可以提升到你整體嘅一啲家宅運啦，同埋運勢嘅。另外啦，今年咧亦都係一個咸池桃花嘅年份嚟嘅。嗱，有天喜桃花星，再加埋咸池桃花，咁所以今年咧嘅人際關係方面咧，就真係好容易咧就出問題嘅。當中5分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好好地把持住自己啊！如果唔係嘅話咧，今年咧就好容易有啲三角關係啊，從而咧就會影響到你啦經營多年嘅婚姻啊。因為始終啦，屬兔嘅朋友本身你哋咧就係一個4大桃花生肖之一啊，再加埋啦，今年正桃花又有天喜桃花星，咁另外亦都有霧水情緣桃花星、天喜桃花星啊，咁所以咧就真係要特別注意、特別
別小心啦。咁但係單身嘅朋友咧，今年簡直係桃花朵朵開嘅年份嚟啊！特別係單身嘅女仔咧，今年亦都會多咗好多人啦，主動追求你啊！咁如果你覺得對方嘅條件唔錯，大家嘅性格或者三觀都 OK 嘅話咧，咁亦都不妨一試啦，睇下大家咧會唔會啦可以開展到一個比較長嘅關係啊！咁所以整體嚟講啦，屬兔嘅朋友雖然係犯太歲嘅生肖，但係咧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因為今年咧吉星眾多啊，再加埋咧就係有一粒好大嘅桃花星啊！咁相信你喺今年咧亦都事事順利嘅。屬龍嘅朋友啦，去到2026年丙午馬年啦，咁你今年啦就同太歲無衝無合啦，咁亦都整體嘅運程嚟講咧，亦都穩定唔少嘅。再加埋啦，今年咧亦都係個多勞多得嘅年份嚟㗎，咁所以只要有付出咧，咁就一定有所收穫啊！咁所以打工一族嘅朋友咧，今年咧就要好好地俾啲心機做嘢啊，咁自然咧又會有所收穫嘅。吉星方面啊，咁就見到啦，有白雀吉星啦，同埋天界吉星啊。白雀吉星咧，亦都係一粒粒相當唔錯嘅吉星嚟嘅，代表住啦凡事咧都能夠遇難成祥啊！當你遇到難關嘅時候咧，咁就會有人出面幫你解決啊！咁所以工作發展方面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友善，亦都相當地理想嘅喎。咁至於天界吉星啦，亦都有一種叫做先難後易嘅意思啊！可能一開頭咧就會遇到難關，咁但係當你真係遇到難關嘅時候咧，就自然咧就會有貴人出面幫你解決疑難啦。咁至於凶星方面啊，正所謂男忌孤神，女忌寡宿啊。咁屬龍嘅朋友啦，嚟到馬年啊，咁就見到寡宿凶星啊。寡宿凶星入住啦，咁就代表住啦，屬龍嘅朋友啦，成日都覺得伴侶嘅內心世界咧唔係太過了解自己啊，成日都覺得啦同伴侶相處方面咧容易格格不入啊。喺度亦都建議啦，龍仔龍女都好啦，有啲乜嘢咧，不妨主動同你伴侶分享一下你內心嘅感受啊，睇下會唔會令到雙方嘅感情關係咧會比較理想啲啊。同時間啊，今年咧亦都見到有浮沉凶星啊，浮沉凶星記住一句說話啦，咁就欺山莫欺水啊，因為浮沉凶星啦，咁就代表住咧今年好容易咧就犯水險啊，咁所以咧亦都建議啦，屬龍嘅朋友喺新一年咧就千祈咧唔好參與任何水上嘅活動啊，例如係潛水啦、滑水啦、浮潛啦呢一啲咧，通通都要避免啊！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咧有啲唔好嘅事情發生噶啦。另外就見到有雕刻同埋血印凶星啊，雕刻同埋血印凶星咧，亦都係代表住啦新一年嘅家宅運麻麻地啊，自身嘅健康方面咧，亦都係爭少少嘅。咁喺度啦，亦都建議啦，屬龍嘅朋友咧，亦都可以佩戴啦普賢菩薩嘅密宗吊墜啊。同時之間咧，今年咧亦都唔好去一啲咧陰氣太過重嘅地方啊，例如係殯儀館啊，或者係火葬場啊，甚至乎醫院啦，呢一啲咧亦都要避免一下嘅。假設去完一啲咧陰氣比較重嘅地方咧，亦都建議你哋啦，可以用翻一啲嘅七色花茶嚟到沖涼啦，甚至乎咧平時咧亦都可以多啲去啲喜慶場合嘅，例如係人哋嘅婚禮啦、百日宴啦，甚至乎一啲嘅店鋪開張咧，亦都可以有助提升到你整體嘅運勢嘅喎。整體嚟講啦，屬龍嘅朋友咧，今年咧容易有啲先難後易嘅跡象啊，即使遇到困難咧，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因為始終咧都係會有貴人啦喺你背後咧 support 到你啦，同時就令到你嘅運勢咧蒸蒸日上嘅。